大家好，我哋協恩中學同九龍華仁書院嘅團隊今日會同大家介紹我哋嘅產品藻類窗。我哋面臨嘅首要挑戰係城市熱島效應，高層建築嘅玻璃幕牆等陽光可以直射入室內，加劇冷氣負擔。反射嘅陽光會導致地面溫度升高，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城市局部氣溫比周圍地區高出幾度。第二個挑戰係過剩藻類污染，自然水域中嘅藻類會破壞生態系統，威脅魚類安全。清理藻類嘅成本高昂，而呢啲藻類其實係未被利用嘅資源，可以轉化為價值。我哋作品嘅目標係利用過剩嘅藻類阻擋陽光，改善空氣質素，減低城市熱島效應帶嚟嘅影響。藻類窗有3個部分組成，藻類循環系統包含清水同埋藻液儲存槽、水泵同埋空氣泵，確保藻類分佈均勻。感應器實時監測光照同溫度，自動調節濃度。過濾網避免堵塞，維持系統長期運作。我哋做咗個實驗，管道入邊擺咗水同埋藻類，形成一個藻類生態系統，輸送藻類嚟到去調節佢嘅濃度，直到達到預期嘅遮光百分比。如圖所示係我哋嘅藻類濃度調節系統。藻類喺富含營養嘅水質入邊形成生態循環，利用陽光進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同時降低室內嘅溫度。我哋嘅產品配備自動調節系統，透過自動控制產品嘅水流嚟確保藻類喺裏邊平均分佈。同時，我哋系統連接室內嘅通風系統，將藻類製造嘅氧氣供俾室內裏邊嘅人使用，達至一個循環。為咗揾出唔同光線之下適合嘅藻類濃度，我哋做咗唔同嘅實驗去揾出結果。我哋基於藻類喺唔同濃度之下嘅擋光隔熱能力、反射能力以及室內光線嘅舒適度而進行嘅評分。根據實驗結果，我哋決定65% 嘅濃度會用喺日頭正常嘅光線，而25%會喺夜晚嘅時候使用。我哋選擇藻類作為我哋產品嘅核心，係因為藻類嘅特殊性。藻類有好強嘅擋光隔熱能力，同時佢會進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釋出氧氣。優勢方面，我哋可以調整藻類濃度嚟阻擋過量光線，降低室內溫度，減少冷氣機嘅使用，並且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改善空氣質素。此外，我哋亦都可以減少對人工智能同埋冷卻系統嘅依賴，充分利用過剩藻類，實現環保同埋可持續發展。藻類窗亦都可以增強都市環境嘅自然美學。市場方面，藻類資源充足，需求穩定，藻類窗亦都具備廣泛應用嘅潛力。我哋希望未來可以擴展至全球高密度城市。首階段嘅計劃就喺香港商業區進行測試，特別係高密度玻璃窗同埋熱島效應嚴重嘅地區。相比傳統窗膜，藻類窗可以調節光照、溫度，即係吸收二氧化碳並且釋放氧氣，而且藻類窗亦都可以為建築增添自然美學價值。多謝大家。